位置啦，就係團結勇士啊！外邊呢，尾五仲有福星小子啦，後邊嗰4匹馬贏得威風勇進區啊！尾二位置外邊啊川河洞區啊，暫時殿後係嗰隻幸運大夫嚟㗎。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啦，關鍵所在好順利擺咗喺前面放咯。跟住第2位嘅馬有嘉應勇將啊，內欄第3係幸運星球啊，天外迎天第4位，內欄第5就成數表，第6位就棒棒糖啊，外邊第7位嘅馬有福星小子中檔橙帽啦。仲有團結勇士啊！咁啊後啲嘅馬匹先有呢隻川河洞區嚟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關鍵所在走甩咗半個身位到啦，中間追上嚟㗎嘛，就嘉應勇將天外迎天都追緊啊！出邊位置有棒棒糖啦，偷入邊上仲幸運星球啊！最後100零米透出嚟關鍵所在，嘉應勇將率先上嚟過佢，外邊有棒棒糖接近終點，嘉應勇將咁啊縮程轉過嚟谷草千二贏馬。跑第2名嘅馬呢，埋邊關鍵所在，出邊追上嚟棒棒糖。咁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嘉應勇將咁啊，能夠可以展示到一個唔錯前速，咬到前呢個位置，結果就打開嚟香港嘅勝利之門，亦都為馬主獲得150萬嘅特別獎金啊！好啦，單日轉向啊，華將就贏尾場啦。鍾易禮、嘉應勇將贏馬第2名，關鍵所在黃志宏第3名呢，棒棒糖啊，莫雷拉跑過第3嘅啫。哇，都冇停過手啊，黃志宏，但係冇辦法。第4應該係嗰隻成數表啊。